国内油品大剂厂中的油脂某一批沙拉油防检出一级致癌物含量超标，这批呢有1300吨，已经出货予泰山福寿等业者咯。这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讲，已经会同时药署去清水这中链油脂客渣，也要求业者爱随落价回收。另外，卫福部长是表示讲呢，这批油品的原料4月出厂的时阵检是合格，不过这成品后续检出来出问题，目前也等在追查这检检的原因。日去真无奈，食品行业者透早就收到2大箱人客退货的大豆沙拉油，国内油品出现食安危机，由中链油脂供应予泰山福寿服务3间油品大厂的大豆沙拉油，即马互人通报有真侪款以及致癌本片比超过标准，影响很大。这段时间的话，会比较短缺，较少人买啊。目前统计有1300吨问题油已经销去门市业者，不过门市业者烦恼早就予消费者吃落去啊。说我们家小朋友都是外面吃，所以我会担心他。这个是我忠诚的牌子，我那个麻油我也用那个福寿的。主要是最近会出了这个问题。根据了解，这批问题油是中链油脂液，检验发现配合315、115控诉的油，有本片比每公斤8.1微克，无符合咱国食品中污染物质加毒素卫生标准，含量标准2微克。台中市卫生局嘛，伫7月初再起会同市药署针对中链油脂加福寿服务油展开稽查，嘛通知中华县卫生局查核泰山企业，佮开始落来回收机制。使用油脂制造业者是我们最关注而且管得最严的一个食品业者，他一定要自主检验之外，我们有要求第三方验证。目前有共稽查到3年有稽查240家次，那在过去检验结果确实都是合格的。卫福部目前查清楚这批油的原料4月制造出厂的时阵检验结果合格，不过后续发现成品有各样原因，还搁咧查。这届影响的范围大，包含福寿的大豆沙拉油、健美芳油、服务油的叶康大豆沙拉油、平条油18公升，以及黄豆油，还有泰山的金酥奶脂油、沙拉油、环保剔烫沙拉油等真侪品项特定配合。你们也看到都没有在生产了，也停止出货。就是目前我们现在的营运方式，也等待主管机关这边来指示，看我们这边后续检验合格的时候才会再开放。目前中链油脂回应会先控制风险，再搁查清楚责任，邀请专家协助，以上紧的时间把问题找出来做改善。记者采访报道。